吹一款音呢啊，演出前，我甲一个咱的乡亲踮遮咧画仙啊，伊咧讲咱台南的一寡语言啊，特别咱下啊语言甲下门是相反的。你比如讲迄路顶个脚踏车啊，阮嘛是叫脚踏车吼，台北也叫空面车，差这样的哦。还有遐规定咧卖鹅肉啊，那叫鸭对不对？鸭啊，总祥的嘛，搁若是口音若小无祥吼，就差真多。啊，我迄日就是叫我这个口音哦，哎呀，遐蛮歹死啊，因牙美还没死咧。啊，我们台南啊有很多小吃啊，太好吃了。反正那个讲台语那边的台湾的小吃嘛，哇，你欢喜就画的噪音嘛。哦，一个狗就看了好食，一个看了哇，这台南的小吃个真好食哦。哦，阿拉怎么想？你咧讲啥？什么台南的小吃真好食？你都写你都食小吃，就在那里吃啊。小吃。也是小吃啦，差遐多哦，口味有淡薄偏差。像阮下门嘛是安尼哦，下门话，然后下门佫有蛋花腔，佫较桥梁海腔、漳州腔无相，但是来到遮相当亲切，真欢喜。好，下面要佫送一个佫较好的节目，互大家，这是一个女声独唱，唱一个台语歌啦。咱个听有诶，望春风送互大家，大家欢迎苏珊。